家己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信。这个信就是无怀疑，像讲伊讲的话，我听甲足信。另外，甲要讲的话写做文字，寄互人的书面文件，咱讲是批信。无限时间、无挂号的，就是秉信。另外，相信某一款的价值或者是宗教，咱讲是信仰。像讲阿明是信耶稣的，阿水也是信佛的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信道，原来是安尼写。信道就是相信的意思。第二个词读做信号，会当讲是号头，就是一款代表语言的符号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沿海风景伤过头，海巡人员已经插红旗，发布危险的信号，也是有人无咧信道，继续伫咧冲影。大家看到底，替因足紧张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信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